下嘅人工作引來引無閒咯，可能會冇時間看報紙、聽廣播，所以就不知道發生了哪嘅事情。這個時候你可以問問別人，要怎麼問呢？聽好了哦，今晡日有哪嘅新聞？今晡日有哪嘅新聞？今晡日有哪嘅新聞？今天有什麼新聞？去看看怎麼用這一句話。來去，今晡日有哪嘅新聞？哇！哎，今晡日有哪嘅新聞？今天有什麼新聞啊？看你們兩個討論這麼認真，說來聽聽啊。新聞？沒有啊。哦，最近好忙哦，連喝杯茶關心一下天下大事的時間都沒有哎。你知道嗎？今晡日今天我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哎。不過你怎麼會突然問我們今天有什麼新聞啊？沒有啦，因為我昨天啊在天師電視上面剛好看到很好笑的事情，我想說你們可能在討論，就想說一起來分享一下啊。天師電視，最近忙成這樣，哪裡還有看電視的時間啊？對啊，我們的生活啊已經被工作給佔據了，沒有時間看天師電視哦。那我想報紙、報廣播就更不用說了啊。報紙和廣播，報紙和廣播。我哪裡還有那個美國時間啊？你以為每個人跟你一樣閒啊？對，不過不要跟你們說這麼多，你看看林媽妹，天都要黑了，傍晚了哦，再不快一點啊，你們可能沒辦法準時下班哦，要不要我幫忙？好啊，你好哎。我開玩笑的啦。複習時間，今天有什麼新聞？今晡日有哪個新聞？今晡日有哪個新聞？